各位在场的贵宾，因中间应该有袂少人哦，有捌做过明星梦吼。今仔日咧，若是讲有人要来甲你抢落去哦，叫你来做艺人啊，你会有啥物反应呢？啊，又搁会发生啥物代志呢？啊，即马就请大家斟酌看，咱第二组火车甲吹落来。我开门啊哦！等一下啦，哦，我无穿衫呢，奇怪啊！歹势歹势，哦，你查某囡仔哦，嘛要好好家己整理一下。你看你肚仔遐乱，啊，眠床顶的衫也无收收的。哦，好啦，哦，足烦呢，出去啦！我先去客厅。啊，你要去倒？奇怪，我着出去一下，你管我遮遐济哦，奇怪诶。查某囝仔出去啉下晡茶啊！爸，我转来啦。你要食即个鸡卵糕无？刚出炉呢。我甲你试啦。你是食毋着药啊哦？哪会好像对我遐好？哪有啦？我平常时毋就是安尼，我遮乖巧对无？来，食啦。莫甲人骗啊！你即种行为吼，就是各位观众，这个时阵呢，这个老爸应该讲多一句俗语较对呢？第一句就是十喙九尻川，第二句就是歹心地西无，好心倒咧误，第三句就是六月挂菜皆有心。知影答案的人，请你听到我讲开始的时阵，伫咧开讲的所在写 KKK。开始。好来，因为咱这是要开放一般的观众，所以咱的同学台语判较平性，咱就是无话人哦。好来，所以咱第一个迄个抢答的是迄个 apple，好来。我有听到。好，请你回答。答案，我感觉是第三个，六月挂菜皆有心。无毋对，恭喜！我即摆来解说一下，六月挂菜皆有心，就是讲虚情假意，一点仔诚意拢无。咱第一句的十喙九尻川，就是讲人足多一直讲话，但是拢讲一寡无意义的话。第二句歹心地西无，好心倒咧误，就是讲这个人呢好心无好报，歹人呢说定着得到好处。咱来继续看落去。好啦，爸，我甲你讲啦，就是拄则我去啉下晡茶的时阵啊，我着拄着一个查甫啊，伊着甲我讲，伊会当互我做艺人呢，会当出唱片啊，搁有啥物迄啥物无穿衫的写真啊，迄种限制级的迄种，你看我身材遐好，应该是袂歹啦，会趁足侪钱的呢，会穿起来啦。真诶还是假诶啊？真诶啦！我看伊生做安尼中和老师啊，伊搁有甲我迄个妹信呢，你看，伊看起来就是个好人啦，应该是袂骗人吧？伊等一下就会来处理签约。叮咚叮咚。来啊！奇怪，紧一来！我爸爸伫咧遐啦。嘿，你好，阿伯你好，我是新大五路公司的经纪人。你个查某囝哦，我看真正是水甲会惊人啊，所以哦，我想要甲伊签落来，互伊做下一个如花啊，毋是啦，是如花似玉的林志玲啊。
经纪人哦，经纪人，嗯，嘿啦，对啦对啦，我就是经纪人啊。你个查某囝遐尔啊优秀，我想无应该甲因藏起来，应该互全世界的人拢看到因的水啊。所以我保证，我一冬以来一定会互因穿起来的。等者，我家己查某囝我上清楚，来你看，伊即个身材，我是感觉讲你带去夜酒练较实在啦。无啦，我想讲，我家己较介意食较油的嘛。无啦，啥物油？我搁会晓跳舞呢，我会伫涂骹迄breaking 啥物？阮查某囝哦，伊着好伫咧歌声好听，伊跳舞吼，你看伊跳舞涂骹拢全油，等你搁要拖，哎，好阿伯，疼。迄全油袂要紧啦。毋过哦，你个查某囝是我看过全世界上水的查某囝。啊，等者，请问你看过几个？啊，这无重要啦。啊，请问一下，啊，你敢有男朋友？我哦，我无啦，毋过虽然讲我足水诶，是无啦。那安尼，你无男朋友，我敢会当？等者，你敢会收紧啊？少年的你先转来，无啦，阿伯，我是甲伊讲，我要互伊做艺人，一定会互伊穿的嘛。哦，我拄则看你的表情，佮看你的动作，我就知影啦。我就甲你讲，不可能，即件代志无可能啦。阿爸，为什么我生做遐水？为什么？好啦，莫吵，为什么？莫吵，反正你就是袂当去做艺人啊。啊！袂啦！乖，啊，你是目睭拢无在看哦。我甲你讲哦，这个查某的龟壳拢射出来啊，伊是介恁尔啦。哈？啥物甲？无你代志。我看伊直直甲你看，佮问你有男朋友无？这是假的，我甲你讲，你这根本就是嘿，各位观众，这个时阵呢，老爸应该讲多一句俗语较对咧。第一句就是牛鼻拄着擦手，第二句就是行船拄着对头风，第三句就是人牵毋行，鬼牵溜溜行。知影答案的人，请你听到我讲开始的时阵，伫开讲的所在写 KKK。开始。后来，我遮看到就是讲，因为咱第一个应该算是大夹，这是一般的观众。后来大夹，请你回答。因为拄仔 Apple 你已经有得过奖啊，所以讲咱就先将你跳过，安尼。后来大夹，请你回答。无，伊无开麦克。后来大夹，请你开你的麦克来回答，好无？若无，有啊，伊有讲话，伊讲啥？伊讲有鼻迄句。牛鼻拄着擦手遐。是，对无毋对？答案就是牛鼻拄着擦手。我来解说一下，牛鼻拄着擦手呢，就是讲，你就算讲你是歹人嘛，即个歹人甲牛鼻扭的，伊就行，就是讲即个人袂晓分，谁是好人，谁是歹人，就亲像即个查某囝共款。啊，行船拄着对头风的，就是讲你做代志的时阵呢，因为你船拄着对头风，你会足歹行的，就敢若讲你拄着困难共款。啊，第三句，人牵毋行，鬼牵溜溜行，就是讲，即个人是非不分，正事无爱做，偏要做歹代志。那今仔日咱的表演就到这，多谢大家。多谢。